大汉技术学院伫今年6月的时阵，传出校方为着要停办，结果调工，甲一寡反对停办的主管拢甲换掉，而且这学校的董事会无甲规划讲好清楚，就直接报去到教育部。即马教育部就要来审查停办的计划，所以学校的老师甲高教工会是徛出来抗议，呼吁要来维护师生的权益。 退回停办计划！退回停办计划！维护师生权益！花莲大汉技术学院的老师和高教工会来到教育部外口抗议，就是因为校方董事会伫今年2月以招遣或招生困难的理由，向对外宣布要伫113学年停招114学年停办。有学校老师就指出，伫校务会议甚至都还无共识，校方就提报停办计划予教育部。因为这个案第2、3都被审查，因呼吁教育部应当把这个计划撤回。 教务处那没有经过校务会议的讨论同意就自行呢来去文给教育部说要把所有的学制予以停招，那这个都是违法的。 那照私校退场条例，校产爱关乎退场基金中央机关，也是公立学校关市政府。不过有老师就指出，目前大汉技术学院校务基金也有8000多万，前后土地建物嘛价值数十亿，校方无营运的困难，甚至各甲校地专做其他盈利事业，有甲公共校产私有化的记录。因那工会是认为，针对这款无营运困难的学校，若是要用私校退场条例来退场，教育部应该用更加严格标准来检视。 那就是把这个台中的分部呢，这个租给那个一个双语学校来这个办学，那双语学校呢所获得的这个获利的话呢，是会进入呢这个一个叫大汉工商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的话，基本上它不是属于大汉基金的一部分，就是外面的基金会。那退场条例它本身就是来处理营运已经出现问题，就进入专辅或者是财务有困难的这些学校，那然后再去挹注公部门的资源。大汉技术学院这类的学校，明明就还可以继续经营，它的体质也还没有出现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用更高于退场条例的标准去审视它的停办计划？ 大汉的老师和高教工会是呼吁教育部要维护师生的权益和教育资源的公共性。因为针对大汉技术学院要停办的代志，教育部是回应讲，目前是当地办理停办的审查作业收集意见。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